等我嚟講下點樣包種啦。首先將啲種葉同鹹水草浸軟先。哇！啲種葉好香啊！我覺得好似抹茶味。啲鹹水草好長啊，佢哋濕濕地，又凍凍地，仲有少少啊。首先要加啲糯米，然後就要加啲綠豆，再加啲豬肉，仲有鹹蛋黃啊，然後加返少少綠豆。最後就係糯米，等我用鹹水草紮實佢先。成功啦！睇下幾靚啊！試食時間，哇，好香啊！我覺得超級好味。啲5碟飯。